回事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一道金光。我也看到，屋里一道金光闪了一下。生的是个儿子，太美香了！交租的日子了。是啊，今年的年景不太好，很多店铺都交不上租子。管家已经对老太爷说了，老太爷开恩，说可以宽限几个月。不要收了。啊，少爷，你说什么？好了，不用收了。乡亲们，今年的年成不太好，我做主，今年的租子不用交了。哎，把粮食挑回去，好好过个年吧。太少爷，这不行啊！老太爷知道了不得了啊！老爷，那我去说，放心吧。啊，大家都回去吧。都起来！快起来吧！谢少东家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叫乔灵儿，大家伙儿叫我灵儿就行了。以后不要再叫我少东家了，明白了吗？灵儿啊，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！你免了我们的租子，可我们这心里真是……老人家，今年的年景不好，我呀是怕大家日子都不好过。来年要是个丰收年，大伙儿加倍还上就是了。都回去吧。谢谢了，谢谢。带好东西啊，回去过个好年。老爷，您看，账目都在这儿呢。老爷，您看这个。怎么村东头那几家人没交啊？没有。这都是交过的，是吧？对。少爷，少爷，哈喽，什么事啊？明天是城隍庙会，少爷，我想什么啊？想让我带你去玩是不是？那好吧，我答应了。真的，谢谢少爷。去忙吧。哎。哎，这样吧，实在交不起租的，就免了吧。老爷真是大善人。爷爷，哟，灵儿，少爷，灵儿，你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爷爷，我想和您说件事儿。好，你说吧。后天就是您60大寿，我呀想送您一件寿礼。好啊，是什么？我把咱们乔家庄所有店户今年的租子全都免了。啊？什么？您听我说呀，今年的年成不好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您是知道的。您不是常跟我说吗？我是那个神明赐给咱们乔家的，因为咱们乔家宽厚积德，这不是您快大寿了吗？我也帮您积点德，添点寿。你说了这么一大套，还让我说些什么呀？
好了，免就免了，只要让我们的灵儿高兴啊！太好了，爷爷，灵儿给您拜寿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对，公子不是东西，是你的心肝宝贝儿。大胆，还不赶快滚开！在这县城里敢让我滚蛋的，还没生出来呢。咱们去那边看看吧。走，乡亲们，吴家的恶少又在调戏良家妇女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好，走。人家恶少是谁？少爷，您不知道？他是本县孝廉胡万庆之子。这小子仗着他爹的势力，强抢民女，欺行霸市，估计又是看上哪家的女孩了，岂有此理！难道没有王法？哎呀，他爹是县太爷的老师，连太爷都让他3分。哎呀，正是因为这种关系，县里的3班捕快和衙役见到他都绕着路走，谁愿意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呢？我却偏偏要管，去看看。少爷，你可千万不要去惹事啊！临行前，老太爷吩咐过，要我用心照看。您要是出了什么事，阿龙的腿可就要被打断了。见到不平之事，岂能袖手旁观？走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这县里有敢杀你的人吗？有啊，那就是你，公子一天见不着你，那就得死。哎呀，好大的胆子！把他给我带回府里去。是，慢着。只有找死啊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大庭广众之下强抢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？你是什么人？乔灵儿。乔灵儿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什么王法？这儿没有王法，老子就是王法！那你可真是厉害。在这个县里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呢。现在有了，你看清楚吧。小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请你让这位姑娘走路。什么？你真是吃了豹子的！你能不能走，还得看你家公子的心情了。你还想管闲事吗？此事我管定了。诸位，看一下，这位小妹妹不过18、19岁，难道大家就忍心看着她被恶霸抢走？难道你们家就没有姐妹？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乔灵儿给大家作揖了，请大家帮帮这位姑娘。这位小兄弟说的没错，不能让他这么为非作歹。对，连一少年人都敢挺身而出，还能怕什么？你们干啥？大家一起上，看能把我们怎么样？走！我敢，谁敢过来？我就宰了他！你要怎么样？要想放他走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趴在地上，让我骑在你身上走一圈，怎么样？太不是这是个要骑人身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放这位小妹妹走，而且永远不许再找她的麻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哎呦，你看，你这是，哎呦，趴下！这不能给这种糊弄。哎呦，啊！哎呀，这，哎呦，这畜生！把这狗先卸下来！
兄弟，这种狗东西结果他算了，省得祸害我们老百姓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之所以答应他的条件，就是不愿意让他再欺负这位小妹妹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大家打死了他，不要说这位小妹妹脱不了干系，在场的各位谁也无法逃脱。起来吧。从今以后，不许再欺压良善，鱼肉乡里了，听见没有？是，快走吧！快滚吧你！滚吧！少爷，你没事？咱们走吧。怎么样？你看我刚才说了不让你来，少爷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小妹妹，你还好吧？你别想让我谢你。我并没有想让你谢我，我只是想说没事就好。你快点回家吧。我要去哪儿不用你管。阿龙，我们走吧。真是没见过你这么不知好歹的人啊！我们家少爷为了救你，被人当马骑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又没有让他救我，我还怪他多事呢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啊？好了，阿龙，你也别说了，咱们走吧。大王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用我说？我明白了。家庄，啊，去，是。走，今天老子要大开杀戒。少爷，让我来吧。少爷啊，您后背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听爷爷说，我生下来就有。我听老许他们说，您出生的时候啊，屋顶上有好几条黄龙，还下了一场花雨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们都这么说。少爷，家里来个穿红衣的女子，说找少爷有事儿。啊？想请你去一趟。你家主人？就是今早你看到的那个穿白衫的姑娘。怎么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你家主人贵姓？要我前去有什么事吗？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，让你去，你赶快去就是了。如果拿我当朋友，总该以礼相请。像你这样，哪里像是在请客，简直像是官府抓人。我看就不必了，姑娘请回吧。阿龙啊，送客，请吧。乔灵儿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家主人是看得起你才请你去。哼，我虽年轻，但从不敢妄自菲薄，所以我倒用不着谁来看得起我。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家主人是谁。我不管他是谁，我只告诉你，我不去。阿龙啊，送客，赶紧走吧。好，你可不要后悔。哼！少爷，你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吗？我看他们主花二人都一样，简直就是强盗。好了，不要管他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来，快点啊！还好没有？哎，行啊。哎，这边，少爷啊，这可以了，去那边吧。好，快点啊！少爷，你进屋，去把酒搬出来。哎。
让一下，让一下！急急忙忙干什么？阿龙，啊！干什么鬼鬼祟祟的？老太爷，今天是您60大寿，阿龙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好，老太爷，我到厨下帮忙干活去了。去吧。哎，少爷，爷爷，我过去一下。啊，好。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少爷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啊？昨天晚上，胡鄂少一家都被人给杀了，房子也给烧成了白地。什么？胡家人的尸体被人扔到了城隍庙前，脑袋都被砍下来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啊！太残忍了！我看这种人罪有应得。小龙，你说什么呢？再大的过错也不能将人一家杀死。活该！这位大叔，请问是谁干的？您知道吗？听说是凤头山上的大王白莲花亲自下山。白莲花，就是那个经常下山抢劫周围大户的那个女土匪。小声些，年轻人不知情况，若是被他的手下听见，不死也得伤残呐！做这等残忍之事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就该杀！这就是该死！少爷，咱们回去吧，老太爷还在家里等着祝寿呢。走吧。再杀了这些，就是罚下去。来吧！谢老太爷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灵儿呢？啊，少爷说他要到城隍庙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哎呀，这个灵儿真是不懂事，什么大事连爷爷的大寿都给耽误了。哈哈哈哈！他是少年人的心性，喜欢热闹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就不要再说他了啊！啊，是。老爷。老爷，不好了！凤头山上的女土匪下山了，已经闯进村里了。什么？怎么办呢，老爷？赶快关门上锁呀！是啊，快！听说凤头山上有一群女匪，为首的叫白莲花，专门打家劫舍。官兵们几次进剿，怎奈这些女匪个个武艺高强，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。父亲不必惊慌，这些土匪也许不是冲着咱们来的。听说这个白莲花每次下手都是周围的大户人家，我看他们这一次一定是冲着咱们乔家来的。哎呀，父亲，若是冲着咱们来的怎么办？开门！这是不是乔家大户？是，小老儿乔茂。饶老钱要粮随便拿，可千万不要伤害我等性命啊！是啊，老人家请起，不必惊慌。姑娘，我们乔家可是积德行善，从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是啊，老人家，我们这次来不要钱，不要粮，我只要一个人。人？姑娘要的是谁？乔灵儿。
大白天的，怎么把门都关上了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快跑啊！怎么了？土匪闯进咱们家了，说是要找你。少爷，找我？是少爷，快跑吧！老太爷他怎么样了？老太爷没事儿，他让我赶紧出来找你，让你千万别回家呀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！少爷，你看你这个爷爷，少爷，爷爷，我是让你别回来，你怎么我不回来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灵儿。是你？是我。见了我家大王还不下跪？男子汉大丈夫，生于天地间，贵天贵地贵父母。他非天非地非父母，我为什么要给他下跪？你，少爷！比你厉害的人我也见过。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，我叫白莲花。他就是白莲花呀！少爷有这办了，就是怎么办呢？吴家的人是你杀的？不错，你太残忍了！恶人就应该用比他恶10倍的手段来对付，你说对吗？那你呢？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你？你说我是恶人？滥杀无辜，难道不是恶人吗？谁是无辜？胡家是有名的恶霸，这个你不知道？你杀了他一家30多口，难道他们都是恶霸？那又怎么样？我杀人还用管他是不是恶霸？我想杀人就杀人。我问你，那天我派人去请你，你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你请我，我就非要去？你不配和我这么说话。这也是我要对你说的话。你胆子倒不小啊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。是吗？那是因为他们怕你，而我不怕。这怎么办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凶狠残暴，有谁是你不敢杀的？你不是刚刚才说过，你想杀人就杀人吗？要杀便杀，悉听尊便。姑娘，灵儿年幼无知，求你手下留情啊！你们要什么，我们都给什么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少爷，怎么样？好吧，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跟我走。你带了这么多人，可以随便将我抓走。我要你心甘情愿地跟我走。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我家，把我爷爷父亲吓得胆战心惊，还想让我心甘情愿？凭什么？因为我有剑。我要你求我带你走，否则我就杀光你的全家。你，圣人以德服人，就是做强盗也应该有骨气。抢的是不义之财，杀的是该死之徒。像你这样持刀威吓，不分皂白，连累无辜，与禽兽无异。灵儿啊，不要再逞口舌之利呀！好，我就不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。现在，我要你求我带你走，否则我将你碎尸万段。灵儿，你就说句话呀！把这小子给我带回去。是。少爷，不要抓住！
信，我好心去请他，他竟然让我如此难堪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你们说话呀，都哑巴了！大王，乔灵儿已经被压在石崖洞中，随时听候大王处置。小年纪，脾气还倔强得很，和我较劲，说我凶狠残暴。你们说我凶狠残暴吗？大王，这是那小子胡说八道，大王不要往心里去。我偏要往心里去，我要杀了他！不用大王亲自动手，我去就行了。回来！大王，要杀他，还要把他带回山寨来吗？你怎么也不长脑子想一想？不管怎么说，他帮过我，杀了他，我们不是无情无义吗？杀也不行，不杀又出不了这口气。大王可让我们怎么办啊？他敢和我较劲，难道我还会输给他？这样，从今天起，不给他饭吃，直到他来求我为止。乔灵儿，大王吩咐了，从今天起不给你饭吃。如果想吃饭，就跪着去求大王饶恕你的罪。你放心吧，我就是饿死，也不会吃抢来的东西。真是不知好歹。甚难对付，官兵几次收缴都是损兵折将，毫无收获。县太爷说让我们认命吧。老爷，爹，老爷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，哎，快，老太爷！你说话呀！他是谁？我的护法。护法啊！你跟我回去！我要你跟我回去！已经2天2夜了，你不吃不喝，就为了赌一口气，值得吗？你只要对我说你饿了，我就叫人拿食物给你。那岂不是
和求饶一样吗？你为什么那么倔强？在城隍庙会，你为了我可以趴在地上让姓胡的当马骑，可现在为什么要你向我服软就这么难？为救人，就是丧了性命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你和我赌气，也一样会丧了性命，这值得吗？现在我做的一切，仍然是为了救人。救谁？你。真是一派胡言。我看你还是求我救救你倒是真的。好，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，你就是出声哀求我，我也不会再理你。你听见没有？要不是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，我真想一刀杀了你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是，昨晚我做梦，梦见灵儿，她已经死了。爹呀，梦由心生。听阿龙说，灵儿和那个女大王他们还有交情，我想总不至于害她的性命吧。派去找灵儿的人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转遍了凤头山，也没有找到。诸位兄弟姐妹，免礼。大王，10天过去了，乔灵儿仍然不肯求饶，再不给她饭吃，可能就要饿死了。什么？那又怎么样？他这是自寻死路，活该。大王，乔灵儿毕竟是有恩于大王，这样做是不是？是什么？他就是现在求我，我也不会给他饭吃。死就死，与我何干？灵儿，灵儿，快吃些饭吧。你这是何必啊？拿自己的性命来赌气？我并非赌气，我是在救人。救人？出去吧。大王，大王，姐妹们刚刚下山，洗劫了大马铺的许大户。闭嘴！给我出去！是。快不行了！你哭了？我才没有，是沙子进了我的眼睛。再不吃饭你就要死了！
了生命，在你心中恐怕连草芥也不如。我的死活，你又何必挂怀呢？你不怕死？有所不为，有所必为。那你就去死吧！灵儿，你别闭眼啊！你说话呀！灵儿，你别死！我不要你死！我不要你求饶了，行吗？灵儿，你别死！你快吃吧，我求求你了，灵儿，你别死！我不要你死！灵儿，你快吃吧，我不要你求饶了。灵儿，你再不吃就真的要饿死了。你应该知道，世上不是每个人都害怕威吓和暴力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快吃吧。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输了，我不再抢了。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。你快吃吧，我不要你死，我求你了，灵儿。听到你说这些话，我真是很高兴。如果我的死能够唤醒你的善心，那么我的死就是值得的。我救了一个人。灵儿，灵儿，他死了！灵儿，你别死！不，他没死。灵儿，大王，他死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让我服输的人。傻瓜，你为什么不吃饭？我不想让你死。我喜欢你，真心喜欢你，真的。大王，回去吧，他死了。你是啊，山神三弟，你怎么这般模样？走，土地庙要遭难了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扑棱一声便将我送到地面上。怎么，你的山神符也？今早啊，我在房中睡觉，忽听耳边有人喊道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”哎呦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起来了，所以也没来得及穿什么衣服。对了，刚刚我也听到一个声音，要我等速速赶到凤头山顶去。我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了？昨天夜间，我听到雷声大作，便赶到庙外，只见空中神光闪烁，莫不是？老弟，我等还是急速赶去。莫非就是此人？且过去问他一问。小神二人乃本山土地山神，敢问尊神大号？本尊是玉皇大帝驾前金翅大鹏护法。哎呀，小臣不是大护法降临，我是远迎王亲。小神等知道错了。是，你们以为是我在发脾气吗？尊神，小神无知。刚刚的金光若不是尊神所发，那还有何人呢？是啊，是他。尊神，他可是个死人呢。是啊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小神不知。二
为鬼仙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人你们是无法靠近的。只有天界的玉皇大帝、小神等无缘得见。还不算糊涂啊！尊神之意，难道地下躺着的是？好了，尔等不必多问了。是，敢问尊神降临碧山有何差遣？你们知道200年前大闹天宫，在泰山决定率众擒妖，树立镇妖石，今封为泰山十圣3界大护法，玄天高阙5圣天尊的石敢当吗？哦，尊神说的是十圣，小神们知道啊，知道。你二人从今日起在此守候尸身，等待十圣到来，将尸身亲自交付于他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十圣会来凤头山吗？啰嗦！我说会来，难道还能欺骗尔等？是。难道他会是玉皇大帝？我乱猜，只是看守尸身，等候十圣到来便是。大王，你怎么了？找到了吗？姐妹们找遍了全身，没有发现他的尸身。是我害了他，是我杀了他。人已经死了，你就想开血吧？灵儿是以死来点化我，劝我行善，他在救我，但是我却把他给杀了。我要去找他。求你，再让我看看你，灵儿，灵儿。大王这些日子心情不好，灵儿的死对他的刺激太大了，他的神志有些不清了。姐姐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姐妹们，大王来了。啊！姐妹们，我有些话要跟大家说。姐妹们，我们在山寨聚义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。姐妹们同心一气，快意恩仇，打家劫舍，过的是逍遥自在的日子。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更没有想过善是什么东西。在昨天，我突然明白了。姐妹们，
我现在告诉大家我的决定：从明天起，解散山寨。啊？为什么？灵儿舍身点化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他临死前叫我不要再杀生害命、抢劫掳掠。这些年我们所抢的东西，都有一本账目。明天一早，姐妹们按照账目，将各家的东西如数归还。是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是山寨库房的钥匙，里面有咱们多年的积蓄。姐妹们把它分了，下山去做安善良人吧。姐姐，多谢你这些年对我细心的照顾，莲花永生不忘。大王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赎罪。真是奇哉怪异，女匪首竟能被人感化，归还我的爱。我倒要见见这位乔灵儿是个怎样的人物。对。老天有眼，我们终于能过平静的日子了。快去准备礼物，我要前往乔家庄去感谢这位乔灵儿。是。我要见乔公。不好了，老太爷，女强盗又下山了！老太爷，你这个奴才，疯了！老太爷，女强盗白莲花，她又来了！老人家，大王，灵儿在哪儿？我求求你，放了他吧！放了他吧！你要什么，我给什么呀！灵儿她已经死了。少爷，想到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家，灵儿，我的好孩子，怎么了，爹？灵儿怎么了？灵儿死了。是我害死了他，你们杀了我吧。杀了我呀！是我害死了你们的亲人，杀了我，为灵儿报仇。不，杀了我！
是我。你是何人？有何冤情？我是凤头山白莲花。不会下山了！不会下山了！教主，这是白莲花，看看。启禀老爷，凤头山女匪白莲花前来自首。什么？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白莲花。我已经遣散山寨，而今前来自首，求老爷杀我，以平民愤。你是白莲花？正是。你经年抢劫，杀人无数，为何现在却来自首？小女受乔家庄乔灵儿感召，不敢再为非作歹，特来投案。胡家庄30条人命是小女所伤，县内许多大户抢劫是小女所为，小女罪大恶极，望老爷立即处以极刑。太爷，今早县内10多家大户来报，说土匪将今年所抢钱物如数退还。太爷，我看此女自首是真，望太爷公断。也罢，白莲花，你占山为匪，侵扰四方，杀人抢劫，罪无可逭。今本县判你斩决，你可有话说？谢老爷成全。你真是令本县有些莫名其妙，这么急于寻死的人，本县还从未见过。杀了我这个女悍匪，是老爷的大功一件。也罢，众衙役在，将此女收监，3天后问斩。是。请问这是乔家吗？正是。家主为谁举哀呀？是为我家少爷乔灵儿。啊？什么？乔灵儿她死了？她为了点化女匪，丧了性命。我们特来此拜谢乔灵儿一大德，替我们除去了一个祸，没想到她竟然……尊监，我等是否也能进去为她吊唁呢？是，当然可以，诸位请进吧。走。
奇怪呀！啊，是啊，真奇怪。这里的风俗真不好。这些人在世上跑来奔去，惹得人眼都花了。哼，你道这些人奔跑是这里的风俗？那你说不是风俗不好，那跑什么呀？哼，只怕是你我相貌奇特，他们只当是妖魔临世，所以奔跑。哎呦，绝无此理！哎，你跑什么呀？老爷，你来了。真是奇怪，你认得我是哪个？老爷，你不是石圣石敢当吗？你怎知我是石敢当？是都里禅师将老爷的画像画了出来。都里又是谁？老爷，他是玉皇大帝现世啊！哥，莫非这厮是奎刚的法身？那都里为何要画我的画像？老爷，我这一方本来是安居乐业、阴福之所，可不知从何时起，来了许多冤鬼。这些冤鬼吃人害命，弄得家家胆战心惊。前年都里禅师路过此地，为我镇上降妖，只要我等将米面钱物与他，他就出手抑制这些恶鬼。如果没有钱物呢？恶鬼便出来伤人。禅师说，这些恶鬼乃是泰山石圣石敢当的属下，石圣早晚有一天临凡毁灭这里，只因有禅师在此，才能保住平安。老爷，要相持，您去找都里禅师，千万莫伤小人的性命。哪个要伤你的性命？这都好说。这都是都里禅师所说，与小人无干呐。那个都里现在何处？他就在前面收俸禄呢。好吧，我不伤你，你带我去见都里。哎，好。你看，就在那边。好，走吧。你看，那个就是他。哥，这厮莫非就是奎刚的法身？先看看。还没怎病，你先跪下。哥，这不是奎刚的法身。你这厮好大胆，竟敢说自己是玉帝的化身，在此招摇撞骗，败坏某家的名头，却我打杀你怎的？饶命！师哥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从实招来。小人本是县内阎罗观的道士，侍奉秦广大王的香火。可是有一天夜里，都里，这谁？是阴间的大神，怎么会入阳间？你定是山精术鬼，谎骗我！看着我！大王！大王！尽管大王还带来了很多恶鬼，他们小人假作玉帝化身，欺骗百姓，吸取供养。小人所言句句是实，求师圣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又是这个秦广王，好好的地府不待，冥王不做，却偏要到人间来祸害百姓。
真是罪不容诛。这次，某家要替天行道。大王，我回来了。兀里，祭品拿来了吗？拿来了。兀里，将祭品献上。嘿，祭品没有，斧子倒是有一把。啊！秦国王，你身为神级，危害百姓，罪不容诛，我家要替天行道。妖孽，今日便让尔等断根！师圣且住，听小神一言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师圣啊，孰能无过？自漯河老龙事情之后，小神洗心革面，再也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。师是为何打我呢？为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你纵鬼行凶，欺诈百姓，难道这还不是伤天害理？师圣啊，且请放下巨斧，听小神从头到来。小神说完，如师圣仍觉小神该死，再请下手不迟。你说，师圣啊，小神乃冥界之王，为何会来到人间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师圣啊，地府已经被一帮毒魔狠怪所占，小神是无家可归呀。你说什么？你有所不知，1年前地府忽现百丈巨蟒，自此冥界被妖邪占领，地藏王尸殿阎罗除小神一人外，全部遭擒。小神借轮回隧道才得以逃脱。那伙毒魔更关闭了地府之门，借营海中的弱水将冥界封闭。小神万般无奈之下，才来到了人间道场啊！关闭之后，阳间死去之人的鬼魂无血食供养，便在世上做起乱来，经常深夜入宅生吃活人。小神恐人间遭受大难，才将这些恶鬼聚拢起来，让都里前去诈骗血食。小神实在是迫不得已呀。起来吧，是我冤枉你了。师圣啊，小神之所以借你之名，乃是知道3界内的妖魔鬼怪听闻你的名字，皆闻风丧胆。小神不过是借你之名壮壮声威，望师圣宽宥。此等小事我不会计较。秦国王，据你说来，地府确实被人占了。哼，这些妖邪还放出了地狱中的醉鬼，祸乱人间。那你为何不上天庭告状呢？哎呀，天庭也是一般呐，只怕小神还没见到玉帝，便已身首异处了。
圣，别来无恙。阎君可好？托时圣的福，一切俱好。好。时圣此来可有事吗？小神能否效力？好，不必了，我只是来看看老朋友。不敢，承时圣殿。好，在下告辞。